年过节关怀独居的老大人，屏东县政府甲民间嘅企业团体对今仔日开始去发送爱心鸡汤，互县内4400外的独居的老大人。而且县府今年嘛向中央争取到超过9000万的补助，要扩大独居老大人的关怀服务，全面来普查落实在地照护。3、2、1。县长六百二落去送鸡汤予独居老人的活动起鼓，有的车邮局寄送，嘛有社工骑脚踏车前往独居老人的厝，亲身送爱心鸡汤，予4400位家己大的长辈，伫过年前感受到社会温暖。主办的屏东基督教病院已经连续举办23档啊，不过屏东县独居老人的数量是逐年在增加。我想这个20几年来这样的累积是各界的协助，那有我们政府公部门的帮忙，那才能够给我们的独居老人在寒冷的冬天有一个温暖的一个热鸡汤可以饮用。应该台湾都是老人化越来越重嘛，那我们也会想要说尽一份企业责任来帮助一些社区老人关怀活动这样。根据屏东县政府去年统计，独居老人已经有4300外人，有的是囝儿逝世，拢伫外县市食头路，甚至有的是无生嘛无伴，拢无人照顾，而且4300是有通报的数量。屏东县政府今年暗算，针对3万外的户口独居的民众进行普查，才有法度确实掌握独居的人数，提供关怀服务。独户是不是一定独居？不一定，他独居却不独户的长者，就非常需要仰赖我们的社区去通报给我们。只要我们接到社区的通报，我们一律也会把它纳入我们普查的对象里面。县府表示，有向中央争取9100万的补助，扩大独居时代关怀服务，唔但加强访视和送饭，嘛要甲运动和社区资源带入去长辈的生活，希望降低独居的风险，让时代袂阁感觉孤单。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